这位就是我们大前公爵府的准姑爷。昨晚在我们醉香楼点了花魁，结果掏不出银子，这没钱还想玩花魁？嘿，老娘今天就把你绑在这儿示众，让全凉州城的人都看看，这战王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太过分了，这人真过分！什么人啊？没钱还出来玩？砸死他！这是哪儿啊？我操！我刚刚在工地上搬砖，累晕了过去。我穿越了！嘿，这不是那个宁可娶青楼女子，也不愿入赘到人家战家的那个王公子吗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他还放话说战红英是母老虎，不如青楼的头牌温柔。这下战家可丢脸丢大喽！哎，发什么愣呢？赶紧还钱！还钱？要是没钱，那就把你那破宅子赔给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家那本破族谱上写过，我那18代祖宗王哲，就是大前末年因为退了战家的婚，这王家失去庇护，最后穷困潦倒，子孙后代搬了几百年的砖。我操！我超越成了我祖宗！哎，真是造孽呀！好好的战家女婿不当，非要作死，这下好了，不仅媳妇儿没了，命还得搭进去。那岂不是说，只要我抱紧战家的大腿，帮战无双一统天下，那我以后就是皇亲国戚？我儿子就是富2代，我孙子就是富3代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的时空异常，因果律系统激活，为防止历史坍塌，宿主不得主动向任何人透露剧情，违者即刻抹杀。啊！抹杀？太过分了吧！记者那个混账东西在哪儿？好你个王哲，你竟敢如此的羞辱我们战家！既然你这么做，今日老夫便成全了你。今天我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这婚书撕掉。我操，老头别撕啊！这可是咱翁婿俩的保命符啊！原先那个傻缺为了退婚搞这种烂事儿，简直是自掘坟墓。现在王家早就没落了，要是没了战家这棵大树庇护，我这个前朝余孽的后代，分分钟就被那帮权贵给玩死呀！你听到有人说话没有？父亲，你也听到了。为了保住小命，我必须死死抱住岳父这根大腿，哪怕是当个挂件，我也得挂在战无双的腿毛上。但这个老头也是个铁憨憨，婚书是先皇御赐的，潇潇就等着你撕呢。只要一撕，立马就给你扣个抗旨不尊、藐视皇权的帽子。到时候兵权被夺，咱们翁婿俩就得整整齐齐的一起上路喽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潇潇一直盯着老夫的兵权？先皇赐婚，藐视皇恩，这纨绔竟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哎呀，我得提醒他不能撕，可这该死的系统不让我装逼。妈的，拼了！只要婚约在，我就能苟住。日后等我暗中把老丈人捧上地位，这个皇2代老子当定了。什么？捧上地位？皇2代？岳父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……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宿主试图透露剧情，严重影响历史走向，请立刻停止，否则即刻抹杀。我操，这也不行！父亲，这婚书不能撕，事关重大，需要从长计议。战将军，撕啊！再说了，你难不成还真想让这个纨绔当你的赘婿呀？你们懂个屁呀！这婚必须结！唉，只可惜战红英这么漂亮的大美女，要是战家倒了，最后又被潇潇那个变态抓去当18房小妾，惨啊，太惨了！什么？第18房小妾？小
小小感动我女儿。难不成刚刚听到的是这小子的心声？这小子虽然混账，但是有句话说的没错，先皇赐婚，若是此时毁约，潇潇那老贼定会以此为借口，治老夫个大不敬之罪，趁机夺老夫兵权。这婚书暂时撕不得。这小子政治眼光毒了，难不成之前一直在装纨绔？这个混蛋，暂时还不能杀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这干什么？哎呦，吓死我了呀！贤婿啊，刚才是为父太冲动了，误会啊，误会。我贤婿啊，这是在帮父亲体察民情。哦，对，体察民情。大义，在青楼体察民情，与你何干？看什么看？散了，都散了。战大将军，你看这误会都解除了，这王公子欠我们的银子，您看多少？不多，才2000两。这可是我们醉香楼的头牌，这王公子还包了我们全场。20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完了！这老头抠门的很，肯定不会给钱，这下要丢大人了。哼！拿去，不用找了啊。多谢战将军。哎呦，我操！准姑爷点青楼头牌，这岳父还亲自给买账，这小子也太有牌面了吧！我操！闭嘴！贤婿呀，随老夫回府，咱们慢慢聊。我操！这老丈人吃错药了，刚才还要杀我，现在又要带我回家，难道是想关起门来慢慢折磨？救命啊！丞相，好消息！凉州城传来密报，那个王家废物世子闹大了。哦，他在青楼公然叫嚣，说战无双之女不如青楼头牌。现在整个凉州城都在看战家的笑话。这小子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也不枉我们派人在他耳边吹了那么久的风。正是，听说战无双那个老匹夫气炸，他带着战红英杀去了青楼。依我看，他那暴脾气必定会当众撕毁婚约。好，只要他敢撕毁婚约，便是藐视先皇遗诏，到时候老夫便可以此为由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正是，届时丞相便可名正言顺地夺了战无双的凉州兵权，将那30万铁骑收入囊中。战无双啊，战无双，你还怎么跟老夫斗？报！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难道战无双把王家那小子给宰了？不是，战无双他没撕婚书。什么？这莽夫何时变得如此沉得住气了？丞相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或许战无双身旁有高人指点，已经察觉到我们的意图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得立即动手，先发制人。说得对，
迟则生变。既然他不上钩，那本相便帮他一把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丞相一声令下，便可让战家万劫不复。我操！这老头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该不会是有龙阳之好？听说有些武将常年在军营，取向都比较特别。这臭小子瞎说什么呢？虽然脾气暴点儿，但这身材是真极品呐！该瘦的地方瘦，该有肉的地方有肉，尤其是这双大长腿。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果然是个臭流氓，满脑子都是这种下流的想法。臭小子，好大的狗胆！老子现在就把你大卸八块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不敢，娘子息怒。现在知道怕了。当时在青楼大放厥词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害怕？我怕个毛线！该怕的是你才对。这战家马上就要大难临头，潇潇迟早要把你们家玩死。潇潇，他怎么知道潇潇跟老夫有仇？这臭流氓如何得知萧老贼对我战家不利？贤婿啊，你觉得潇潇这个人如何呀？萧丞相啊，那可是我大钱的栋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小婿对他可是敬佩的很呐。潇潇那就是个奸雄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小皇帝当傀儡玩。这小子居然还知道萧老贼已经控制了小皇帝，而且这老贼心狠手辣，下一步就是要除掉你战家这颗眼中钉。他肯定早就伪造好了证据，马上就会来一道圣旨，栽赃你家叛国通敌。到时候不仅你要死，就连战红英都要被潇潇纳为小妾。这老贼竟然如此歹毒！叛国通敌，圣旨，这小子说的有鼻子有眼，难道是真的？圣旨到，凉州公爵战无双接旨。竟然真的来了！我操！我怎么好像听到太监说话？不会是来宣读抄家圣旨的吧？完了，这回真要死定了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有人举报凉州公爵战无双私通敌国，意图谋反，朕深感痛心，特命御林军查抄公爵府，搜寻罪证，钦此。臣冤枉，臣对大钱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冤枉？咱家可是奉了皇帝之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抵赖？来人呐，给我搜！慢着！这藏个屁！所谓的罪证肯定就在这帮御林军身上，等人一进去就往书房暗格一扔，只要搜出来，战家满门抄斩没跑了。哎，什么？伪造密信，还想诬陷老夫？好你个萧老贼，绝不能让这帮人进府里！战无双，你想造反吗？咱家手里捧的可是圣旨，是天意，你敢阻拦御林军办事，就是抗旨不遵，是要诛九族的。抗旨？我看是有人假传圣旨吧。本官乃朝廷册封的凉州公爵，就算搜，也得按照大钱律例3次会审，明正典刑，岂容你一个阉人在此放肆？律例，在这大钱，皇帝陛下的话就是律例。来人，给咱家冲进去！谁敢阻拦，格杀勿论！战将军，得罪了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死！
老夫镇守凉州20载，杀敌无数，从未有过反心。你们想诬陷老夫叛国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战将军，抗旨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就算武功盖世，能杀光这御林军，难道还能杀光这天下人吗？老夫现在就宰了你！砍啊！你砍啊！你砍啊！砍了咱家的项上人头，你就是谋反作死！你们战家上下满门都得给咱家陪葬！你冤狗，欺人太甚！哎呀，这一家子都是什么智商啊！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搞不定吗？这太监就是个幌子，故意激怒战无双动手的。只要战无双一动手，谋反罪名就坐实了。这时候，只要有人提议先搜御林军的身，这去必破。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搜御林军的身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只要提前搜出栽赃证据，任他们也没办法陷害父亲。这小子的脑子居然这么好使！不行，我要是直接出面的话，怕是要被系统制裁。算了，还是苟着吧。夫君有难言之隐，不行，我得制止父亲。父亲，不可冲动。老夫心里有数，既然他们说有密信，那密信肯定就在他们身上。不如咱们先搜他们的身，找到栽赃的证据。这老头是不是偷看我剧本啊？这么精妙的反客为主，是他那核桃仁大小的脑子能想出来的？臭小子，居然敢这么骂老夫！不过方才言之有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，既然公公要搜，那就搜。但是为了防止你们栽赃陷害，进府之前，我得先搜御林军的身。你什么意思？搜身？御林军乃是天子亲军，代表了皇家颜面。哼，你一个公爵，有何资格搜御林军的身？老夫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倒是公公你百般阻挠，莫非心里有鬼啊？放肆！咱家维护的是皇家体统，谁敢动御林军一根汗毛，就是与朝廷为敌。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好了，这是先皇御赐的镇国金令，见令如见君。老夫今日就押上这毕生的荣誉，也得搜御林军的身，我看谁敢阻拦。不行，此乃先皇所赐，如今是先皇。国子，家将何在？在。给我搜他们的身，谁敢阻拦，杀无赦。是。战将军，你这样为了这点小事引发兵变吗？兵变，只要搜出你们身上不该有的东西，就可以证明老夫的清白。这帮人既然敢来栽赃，东西肯定在某个不起眼的人身上。手一直捂着，那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那儿藏了雷。你他妈问题最大，这可是我自己推理出来的，装疯卖傻总不算剧透吧？孙子，终于让本少爷逮到你了，过来！好啊，上个月你在怡红院请老子听曲儿，结果听到一半，他说他要去茅房，结果把账全赖在老子头上，害得老子被扣在那儿刷了3天的盘子。
你干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装，还跟本少装？给本少还钱！今天不还钱，本少扒了你的皮！还钱！放开我，疯子！我可是御林军。御林军怎么了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还钱！什么东西？拿来吧你！好啊！哈哈哈哈！好啊！啊！凉州兵力部署图。通敌密信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啊！这就是你要找的证据。还没进门搜查，怎么就出现在你们自己人身上了？丞相还真是好手段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老夫倒要看看他小老贼还有多少手段。是。走。哎呀，快点！多亏了我这准女婿啊，借着讨债的名义行搜查之事，既保全了老夫的面子，又狠狠打了萧萧的脸。我这女婿是大才呀！贤婿，我的好贤婿，今天多亏了你那笔烂账，要不是你眼神好，一眼认出了那包藏祸心的家伙，要不是你呀，咱们战家可是要惹大麻烦喽。岳父过奖了，那孙子欠我20两银子呢。我这不想着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欠债也得还钱不是？谁知道他裤腰带还藏了别的。听听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大智若愚，居功而不自傲，还要继续在老夫面前演戏藏拙。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但那20两不重要。老夫给你5000两，拿去花。我操！5000两！老头出手这么大气！哎呀，这真是上天赐给我们战家的良缘啊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天你俩就完婚吧。这么厉害的人物可不能给放跑了，赶紧把婚礼刻不容缓。啊！完婚？怎么回事？吃错药了吧？这态度怎么比我还急？爹，您在说什么？女儿志在沙场，只想为国杀敌，并无儿女私情，不想结婚。别老想着上战场了，也不看看自己那点三脚猫功夫。要是打了败仗被俘虏，那下场老惨了。听说北蛮那些人最喜欢这种烈性子的女人，还不如跟我一起洞房缠绵，过没羞没臊的安稳小日子，岂不美哉？居然敢说我只会点三脚猫功夫，这个淫贼，满脑子都是这种龌龊思想。姑奶奶，我现在就废了你！不闹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爹！夫君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早点歇息吧。娘子，你先起。我操，这就要开始了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？虽然他脾气暴了点，但这脸蛋和身材真是极品呐！尤其是这大长腿，必须得扛一下。这个淫贼，满脑子都是这种污秽不堪的东西。姑奶奶先让你尝尝我的分筋错骨手。夫君，既然呢咱们成了亲，那就该坦诚相见。来，让妾身好好伺候你。娘子，你真好。哎呀！哦，等，娘
子，你这是谋杀亲夫啊！夫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妾身手重了些？妾身呢，常年习武，手劲比较大，夫君多多担待。小姐，姑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刚才有杀手潜入地牢，暗杀了那个传旨太监和御林军校尉。现在老爷震怒，正在前厅发火呢。什么？死了？一剑封喉，好快的刀法！给我查！公爵府戒备森严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是怎么让人潜入地牢，杀人灭口的？主公息怒，我将以为此事或许是萧萧麾下的顶级刺客暗影所为。此人轻功卓绝，来去无踪。切，还暗影啊？你怎么不说是火影？这老头吼那么大声有用吗？嗓门大能抓鬼啊？那鬼就在你眼皮子底下站着呢。这臭小子说话可真招人恨。不过他说内鬼就在老夫眼前，究竟是谁呀？赵无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私扣钦差，杀人灭口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丞相有令，战家意图谋反，满门抄斩。萧老贼，这人是你杀的，这贼喊捉贼的戏码你演得挺好啊。证据呢？本相只看到钦差死在了你的地牢里，动手！完了！这下真成瓮中之鳖了。这老头只会硬刚，肯定要吃亏。动脑子嘛！萧萧为了围剿公爵府，肯定把守卫城西贺家庄粮仓的兵力全调空了，那可是他的死穴呀！城西贺家庄粮草大营。原来如此，萧萧潜藏军粮的地方原来在城西。要是这样，有人能从密道溜出去，一把火烧了粮仓，萧萧这老子绝对得退兵。战胡英，你别傻愣着拔剑了，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在这就是送人头。快带人去烧了城西粮仓，只要火光一起，萧萧为了保粮草必退兵，这是唯一的翻盘点。原来如此，好一招围魏救赵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贤婿果然有惊天伟地之才呀！小老贼，就你想灭我战家，凭你也配！侯英，别管这儿，从密道出城，去烧了城西粮仓，那是唯一的生路。快！我操，这老丈人可以啊，居然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，这战术素养没得说。来呀！谁敢前来送死？哼，困兽之斗！护卫，杀了他！末将遵命。稳了，这波稳了！只要再拖一炷香的时间，等战红营那边火一点起来，萧萧这老贼绝对会吓得屁滚尿流。贤婿如此笃定，看来那粮仓确是萧萧的死穴。红英全靠你了！给我住手！闺女，媳妇儿，爹，对不起，粮仓全是步兵，女儿攻不进去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声东击西，围魏救赵。战无双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
本相既然敢倾巢而出，一定是堵死了后路。城西粮仓，本相已布下重兵防守，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。这怎么可能？密室里明明写着萧萧轻敌，粮仓空虚啊！为什么会有伏兵啊？贤婿，你可有对策？夫君，救救我们！可惜了，粮仓没烧成。不过问题不大，萧萧这老贼还有个致命的死穴，只要把那个地方说出来，萧萧绝对会吓得魂飞魄散，立马掉头就走。这个死穴就是小皇帝的囚禁地。这个时间点，小皇帝应该被萧萧偷偷转移到了城南那个废弃的古钟楼地窖。什么？小皇帝被囚禁在古钟楼？这可是关乎大秦国运的绝密，这小子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？小皇帝竟然被藏在那种荒废之地，夫君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？只要我报出这个地点，危机必解。警报！检测到宿主试图泄露核心机密，若直接说出地点，即刻抹杀。靠！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不让我说是吧？那我就侧面试探，只要提到钟声，如果小皇帝真在那儿，这老贼绝对会慌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这傻子，怎么了又？哎呀，岳父，我说咱能不能搬家呀？我最近晚上睡觉，老是被城南那个破钟楼里的大钟当当当震得我脑瓜仁响，我根本睡不着觉，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那钟楼已经荒废了几十年了，哪来的钟声？不可能，那钟楼里的钟声早就被我卸了，怎么会响？该死，那个地方绝对不能暴露。看到没？这老东西听到我说钟声，表情都变了。果然，这老阴逼真的把小皇帝藏在了钟鼓楼里。这家伙，刚才那副没睡醒的死样，居然是装的。仅仅用一句话就试探出了天大的秘密。原来贤婿是在试探萧萧，小皇帝竟然真的藏在那座破钟楼里。好一招打草惊蛇！既然如此，就别怪老夫顺水推舟了。哎呀，原来我是贤婿啊，最近精神不济，是因为这个破钟楼啊！一个小小的破钟楼，竟然敢骚扰我贤婿的清梦。李如风，末将在。立刻点精兵2000，带上炸药，去把那破钟楼给我炸了！挖地3尺，看看这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响。夷为平地，那小皇帝岂不是要被活埋？那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都全完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去拆楼。撤！回房！快跟老夫走！哎，丞相，可战无双还没抓呢。抓个屁！老窝头被人给偷了，赶快滚回去守着。贤婿啊，看来那个钟楼里头真的不知道藏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你看，把那小老贼吓成什么样！贤婿这一手投石问路，高，确实是高。原来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保护我，刚才我还骂他是淫贼，这混蛋藏得也太深了。老丈人脑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哦，吓跑了！嗨，我就是想拆个违建，睡个好觉，谁知道这丞相胆儿这么小。哎呀，痛快，真是痛快呀！看那小老贼抱头鼠窜的样子，嘿，把老夫这20年的恶气消掉了一半。主公洪福齐天，不过今日之事，这姑爷虽然胡言乱语，但也算误打误撞立了一功。是啊，傻人有傻福嘛。要不是姑爷嫌钟楼吵，咱们也发现不了那地方。没错。切，一群青铜在这分析王者局，什么叫误打误撞？这叫运筹帷幄。不过误会了好了，千万别发现我有脑，不然系统又要抹杀我。贤婿呀，为了藏拙，你真是受委屈了。被这群庸才如此看低，你却云淡风轻，此等胸怀真有宰相之量。不行，有功必赏，老夫绝不能亏待了自家女婿。传令，
今日王者退敌有功，老夫决定特封王者为……我操！别呀，千万别给我封大官！要是封个将军或者军师，每天还要打卡上班，还要出谋划策，那我还怎么摸鱼啊？给我个闲职，最好是那种钱多事少离家近，位高权重责任轻，每天睡到自然醒的。贤婿不愿走官。是了，高人往往淡泊名利，不想被俗务缠身。既然贤婿想清闲，那老夫就给你个最肥的闲差。特封王者为后勤巡查使。什么巡查使？这可是个肥差呀！不用上阵杀敌，不用去处理军务，只需要每天在后方溜达溜达，油水足得很呐！我操，后勤巡查使，听起来好像很高级的样子，不用干活还能捞油水，这老丈人能处啊！带薪拉屎吗？爱了爱了爱了！这家伙明明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怎么满脑子都是捞油水和偷懒？父亲也是，居然真的被他瞎胡闹。怎么，姑爷就是我们战家的脸面，若是弄得太寒酸，岂不是让外人笑话？贤婿呀，这个官职可还满意？哎呀，你要是觉得无聊啊，你就去那个库房看看啊，看看那些粮草它发霉没有。你要是觉得累呢，你就在家歇着啊。月有1000两俸禄，如果不够，就问红英要。满意，非常满意，岳父英明。这软饭吃的真香，有了这1000两，我就可以把醉香楼的头牌把后院稍微修缮一下，弄个温泉池子，到时候骗夫人去泡温泉，我再来个误入藕花深处，那画面。王哲，这淫贼，刚当上官就想着这种下流事，还想骗我去泡温泉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今晚我就让你睡马厩。贤婿这爱好确实奔放了点，不过也是，红英这丫头平时太凶，贤婿想点柔情蜜意也是人之常情。这是委屈了贤婿这一身才华呀，只能在这个衔接上蹉跎。行了，那就这样。红英啊，你带贤婿回去休息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他。是，我一定好好照顾。怎么感觉杀气很重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以后我就是王巡查使，这大钱乱世，谁也别想打扰我当咸鱼。走喽，回家睡觉喽。这家伙命真好啊，谁让人家有个好岳父呢？大智若愚，大智若愚啊！哎呀，这才是生活嘛！每天除了钓鱼就是喝茶。系统，这回我够咸鱼了吧？别动不动就抹杀，你吓唬谁呢？小爷我可不是吓大的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！救命！我是赵家庄赵宇。赵宇，常山那个赵家庄。我操，赵宇，那岂不是神将赵破军的亲妹妹？发达了！史书记载，赵破军可是个无双狠人，一杆长枪挑翻18路诸侯，实力不在我老丈人之下。要是救了他妹妹，岂不是等于把他也拐进了战家？小娘皮，跑进这公爵府也没用，死吧！好好饶命！我就是一看大门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随意啊！我啥都没看见，啥都没看见。媳妇儿，救命啊！你家后院进贼了，快来护驾呀！再不来，你老公就要被剁成臊子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公爵府！
就这点出息？老婆霸气，老婆威武，吓死宝宝了。不过媳妇儿，你这枪法虽然猛，但要是配上了赵破军的破阵霸王枪，那才叫无敌。赶紧把地上那个妹子救活，那可是赵破军的亲妹妹。咱们战家能不能起飞，全靠她了。赵破军，破阵霸王枪，实力不在父亲之下，这混蛋又在说什么胡话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女将军相救，我是常山赵家庄的赵宇，特来向战公爵求援。战公爵，黄金贼寇围攻赵家庄，我兄长赵破军拼死送我突围，求公爵发兵相救。主公，赵家庄远在100里之外，且我们刚刚经历大战，骑兵损耗严重，战马大多受伤，若是长途奔袭，恐怕马力不足啊。这确实是个难题。切，这点小事就犹豫，活该你们打一辈子败仗，放着赵家庄那个无双神将赵破军不去抢，难道等着留给刘承德那个大耳贼过年吗？臭小子怎么说话？老夫这不是在考虑马力不足的问题。大耳贼刘承德，无双神将，这混蛋怎么谁都认识？还有李如风，也是个猪脑子。马蹄子烂了，是因为你们太穷酸了，连个马蹄铁都舍不得给马装，给马脚钉个铁掌，不仅能防滑，还能护蹄，跑个几千里跟玩似的。给马钉铁掌，这从未听过此种说法。若是真的，那岂不是解决了千古难题？最离谱的是你们那个破马鞍，骑上去蛋蛋都快磨碎了，要是换成高桥马鞍，前后卡住，想掉都掉不下来。救！必须救！这个贤婿啊，我记得你那个后勤巡查使管着库房，老夫听说库房里有些破铜烂铁，你看看给他捣鼓捣鼓啊，弄点新花样，帮咱们这个战马修修脚啊！给马修脚？岳父，我是巡查使，我又不是修脚师傅，这老头发什么疯？不过既然他想修，那我就随便画个图纸给铁匠，反正系统也没说不能搞发明创造嘛，只要我不说是我想出来的就行，就说是我在古籍上看到的墨家机关术。这个事情就交给贤婿了。传令，整顿兵马，待贤婿的神器一出，我们即刻发兵赵家庄。查！给我查！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古钟楼那种绝密之地，除了你我和死士，根本没人知道。战无双那个莽夫，怎么可能知道？老夫身边一定有战家的奸细。丞相息怒，属下对丞相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忠心，只有死人的嘴才最忠心。去，把知道古钟楼位置的所有死士全部处理掉，一刻不留，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是。还好本相反应快，把小皇帝秘密转移了。战无双啊，战无双，你就算把凉州城翻个底朝天，也别想找到他。丞相英明，只要小皇帝在我们的手上，这战无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只是丞相，属下刚刚接到密报，说常山赵家庄派人去了凉州公爵府求援。赵家庄这种乡野之地，有何紧要？丞相不可小觑。赵家庄
有一个叫赵破军，此人勇武无双，一杆长枪曾挑翻18路诸侯。若此人归顺了战家，战无双如虎添翼，恐怕赵破军，乡野村夫罢了。本相麾下猛将如云，何须在乎这一个？不过，既然战无双想要，那本相偏不能让他如意。只要是想加入战家的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赵杰，你即刻派黑骑卫前去赵家庄，不需要招揽，直接把赵破军给我杀了。可是丞相，战无双似乎已经是整军待发了。整军？哈哈哈哈！等他那些破烂骑兵到了常山，那赵家庄已然成了乱葬岗。我黑骑卫骑的是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，日行千里。去吧，把那赵破军的项上人头给老夫拿来。遵命。主公，这就是姑爷捣鼓出来的新玩意儿。这马蹄钉了铁还能跑吗？还有这马鞍前后凸起这么高，看着就别扭。赵宇妹妹，你受苦了，这个是我特意让人准备的桂花糕，跟你一样甜，尝尝。多谢王公子。哎呀，这妹子真软吧，不像我们家那只母老虎，整天舞刀弄枪的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夫君真是好雅兴，不想着怎么帮父亲试马，倒有空在这怜香惜玉。娘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二房其人之福，王哲你个混蛋，当着我的面就敢勾搭别的女人。贤婿啊，你这马术三宝真的管用，大家伙可都看着呢。岳父放心，这可是墨家机关术的精髓。不信，你现在上去试试，我保证让您体验什么叫人马合一。好，那我就试试。一群土包子，有了这3样神器，骑兵别说骑马，就坐在马上跳舞都没问题。这感觉竟如此稳当。这怎么可能？主公不但在马上站了起来，而且还能双手挥刀，这简直是神技啊！好一个马术三宝！贤婿啊，你给了老夫一个天大的惊喜！有了此物，我凉州铁骑便是天下无敌。传令下去，全军装备马术三宝。红英啊，你和李如风2人点齐5000旌旗，随着老夫支援赵家庄。是。贤婿啊，你也随老夫同去。啊！我也去啊！不是岳父，我是一个文官呐，我一个后勤巡查使，这打打杀杀的，我干不了。我操！别搞我呀！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万一挂了怎么办？我就想躺在家里躺平数钱呢，而且我还要跟赵宇妹妹培养感情呢。夫君不必谦虚，既然父亲让你去，那你就去。正好路上
咱们夫妻好好培养培养感情，想留在家里勾搭狐狸精，门儿都没有。王公子，出发，目标赵家庄。赵宝芝的确是条好汉，本统领都不忍心杀你了，只可惜丞相有令，不归顺从，杀无赦。我赵家男儿只归天地，君、亲、师，绝不归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国贼。冥顽不灵，你的妹妹恐怕早就已经死在路上了，没有人来救你们这群乡巴佬了。玉儿，重复，把赵宝芝剁成肉泥，世世代代的一成不变。哎呀！停车！不，停马，不要吐了！闭嘴！再吵把你舌头割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才走了50里。50里，我的胆子都要摇匀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不行，咱俩商量个事儿，你们先去前面打，把我放在路边草丛里，我当个伏地魔行不行啊？我想当逃兵，门儿都没有。我操！起飞了！救命啊！玉，媳妇儿，救命啊！这马场谋杀亲夫啊！你给我撒手！这行军打仗的成何体统？撒手？傻子才撒手！娘子这大腿又结实又弹性，比那破马舒服多了。真香啊！走！来呀！这么说，没想到你这个老匹夫真的敢来呀！百里奔袭，恐怕你的相马都口吐白沫了吧？就凭这些巧妙之谋，也想跟我的坏事报马吗？快放这黑七卫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人马皆披重甲，我军长途奔袭，若是硬碰硬，怕是……重甲骑兵了不起啊！没马蹬没马鞍，你们能骑在马上，全靠大腿夹着，只要一个冲撞，惯性就能把你们全甩飞出去。哼！啊，惯性甩飞？对呀，我有马术三宝，人马合一，他们没有。直接正面硬刚，咱们有马术三宝，双脚踩死马蹬，双手握刀，借着马力平推过去。这就好比开着泥头车撞自行车，谁减速谁是孙子。全军听令，松开缰绳，双手握刀。主公，松开缰绳，若马受惊怎么办？受什么惊？踩死马蹬，全速前进！谁敢减速，斩立决！疯了，简直疯了！起码把我缰绳放死！我去了！撞上了！媳妇儿救命啊！藏住我，脸不能花！
我操！我没死啊！我没死啊！看到没？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牛顿定律教你做人。牛顿真乃神人也，日后见了他，定要请他喝酒。痛快！真他娘的痛快！给老夫杀！一个都不要留！这是什么技术？凉州军竟恐怖如斯！那个穿文官服的小白脸一直躲在战红英那女人后面，肯定是战家的重要人物。抓了他当人质！干死他们！干死他们！小子！你小心！我操！你奔我来干什么呀？我就是个后勤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砍我冤凤去，他比较耐砍。走啊，马哥，马爷走啊！哎，马哥，你跑反了！马爷，刹车呀！刹车在哪儿啊？小子居然敢主动单推，没胆色！好胆色！杀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这死了！我杀的！我操，这么猛！嗨，这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贤婿啊，我就知道你在隐藏实力。低调低调。这家伙刚刚明明是在乱混，难道他是瞎蒙的？曹民、赵破军，感谢战公爵救命之恩。若非公爵神兵天降，我赵家庄300口老小恐怕早已沦为冤魂。哎呀，壮士快请起！我早就有闻，常山赵破军勇冠3军，今日一见，哎呀，名不虚传呐！公爵过奖了。若论勇武，刚才那位白衣公子看似微弱，实则深藏不露。那一招乱披风剑法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暗藏杀机，竟能一击秒杀鬼煞统领，在下佩服。深不可测个鬼呀！那就是瞎蒙的好不好？这家伙是不是刚才打架把脑子打坏了？低调，哥只是个传说。哎，低调，哥只是个传说。哎，传说？臭小子，人家给你台阶下，你还喘上了。不过既然赵破军都这么说了，不如就顺水推舟。贤婿啊，既然破军兄弟如此推崇你，你就别装了，嘿嘿嘿嘿，赶紧过来给人家认识一下嘛。在下王哲，现任凉州后勤巡查使。刚刚那一件不过是随手为之，赵壮士谬赞了。随手为之竟能有如此威力，王大人真乃神人也。低调。公爵，敢问舍妹赵玉是否已经冲出重围？她现在在哪里？是否安好？破军，令妹虽受了点惊吓，一路奔波，但并无大碍。姑娘吧，真的是不容易，为了给我报信，那是连公爵府的高墙她都敢翻呐。令妹虽然是女子，这胆色不在男儿之下。她现在就在凉州公爵府，有专人照顾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对，他翻墙进来的时候，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。哎呀，那叫一个惨呐，一身血呀！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已经请了全凉州最好的大夫，给他用了最贵的药。他现在整个人就在公爵府里，好吃好喝养着呢。我刚出来的时候，还看见他正在吃桂花糕，估计啊，等你回去了，至少得胖个3斤。多谢王大人照拂，赵某感激不尽。破军呐，虽然这黑旗未已灭，但这赵家庄已毁掉了一半了。这个潇潇啊，他为人睚眦必报，我看这常山是待不下去了。公爵所言极是，只是这齐白老幼妇孺，若是留在此地，
必遭萧萧毒手。破军兄弟，若是你不嫌弃，不如把这些百姓带着，随我一起回凉州。令妹还在凉州等着你呢。老夫愿拜你为上将，与我一起杀回凉州，清君侧，诛国贼。公爵大义，不光救我全庄老小，还护我小妹周全。破军愿效犬马之劳，至死方休。切，回凉州回个屁呀！你们是不是傻？现在回凉州，那就等着被萧萧包饺子。萧萧这次损失了黑骑卫，肯定会恼羞成怒，调集周边所有的兵力，封锁回凉州的落凤坡。那地方地形狭窄，两边全是悬崖，只要在那儿收复，咱们这几千人，哪怕有马术3把，也得被那滚石落木砸成肉泥。落凤坡确实是个绝地，若非贤婿提醒，老夫险些酿成大错。看这老头一脸便秘的样，肯定是在想怎么硬闯落凤坡。哎，莽夫就是莽夫，除了正面硬刚还会啥？呸！臭小子，你说谁脑子都是肌肉的？还有那个虎娘们，除了长得好看，胸大无脑，也就是个花瓶。这对父女也就是运巧遇到了我，不然早晚被人卖，还帮人数钱呢。胸大无脑，花瓶，王哲你个混蛋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直接向东攻打防守空虚的冀州城。那里是萧萧的粮仓重地，只要拿下冀州，不仅有根据地，还能切断萧萧的补给线，让他首尾难顾。妙啊，实在是妙！攻敌所必救，断其粮道。老夫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？虽然这小子嘴巴毒了点，但是这战略眼光简直就是妖孽。虽然很想砍了他，但不得不承认这混蛋确实有点东西。哼，这次就先记在账上。依老夫看，咱们不能回凉州。为何？公爵刚才不是说……那是刚才，我现在发现了，这个萧萧啊，他在落凤坡必有埋伏。我们若是此时回去，必然会落入萧萧的圈套。我才不会如了他的意的。我操，老丈人是不是被雷劈了？突然开窍了，居然能想到落凤坡有埋伏，这还是我认识的天下第一莽夫吗？全军听令，全军向东，奇袭冀州城。待冀州城拿下，再与令妹相聚。冀州？主公，不可呀！冀州乃是一座坚城，城墙高3尺，护城河宽5丈。我们全都是骑兵，未带攻城器械，如何能下？哎呀，笨死了！谁说攻城一定要云梯冲车啊？冀州城守卫是个贪财好色的草包，只要派几个人扮成西域商队混进去，里应外合，城门一开，骑兵冲进去不就完事儿了？这叫特种作战。哼，李如风，你太小看老夫了。老夫只要略施小计，可以兵不血刃拿下冀州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兵不血刃？这词儿也是你能说出来的？老丈人今天不对劲，是不是被夺舍了？夫君啊夫君，你这肚子里的坏水都被爹给掏空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呢。不过看你吃瘪的样子，还挺可爱。公爵深谋远虑，破军佩服。只是那冀州城防守森严，若想混进去，需有一个机智过人且胆色过人的人选。贤婿啊，老夫看你骨骼惊奇。你们看我干嘛？扮作西域商队混入冀州的众人，这个艰巨的任务非你莫属。我？岳父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一个管后勤的，又不是特种兵，这送人头的活我不干。我操，冀州城那是龙潭虎穴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，
进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不去，打死也不去。王大人，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，只要你拿下冀州，我就让你纳妾。真的？纳妾？我操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赵宇妹妹那么软萌，要是能纳了她……这该死的淫才，果然是为了纳妾。等你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的好贤婿呀，只要你把事情办了，别的事情好说，好说。岳父放心，为了战家的大业，小婿在所不辞。这冀州城，我他妈拿定了！报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可是赵家庄一面，鬼煞带着赵破军的人头回来了。不是，是鬼煞统领战死了。这，你说什么？鬼煞死了？那可是本县耗费无数心血培养出来的黑旗卫统领，谁杀了他？难道是赵破军？不是赵破军，据探子回报，是战家赘婿王哲。王哲，那个废物！这怎么可能？王哲的手无缚鸡之力，何以能杀得了鬼煞？据说他发明了一招乱披风剑法，只一剑就把鬼煞统领斩于马下。而且他还发明了一种叫马术三宝，让战家骑兵如履平地，把我们黑旗卫全歼了。全歼我的黑旗卫，全完了！战无双，王哲，本想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丞相息怒，如今黑旗卫被灭，此时战无双士气正盛，若此时让他回了凉州，恐怕回凉州做梦。传我号令，调集周边所有的兵力，封锁落凤坡，哪怕用尸体堵，也要把战无双毒死在那儿。还有，发檄文昭告天下，就说战无双与黄金余孽有染，意图谋反，号召天下诸侯共讨之。这一次，本想要与战无双不死不休。大人，来吃葡萄。嘿，调皮。来，美人，再喝一杯。大人，喝多了伤身啊。怕什么？如今这世道乱得很，战无双在外面打仗，萧丞相在京城作妖。只有咱们冀州城呢，那是个风水宝地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搞定。大人，城外来了一支西域商队，说是带了不少好货，想要进城。西域商队，那是好东西啊，肯定有不少奇珍异宝。可是大人，现在是非常时期啊，丞相有的时候严查。查个屁！有钱不赚，王八蛋！放他们进来。不过嘛，规矩你懂的，过路费得加倍。
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去。大人，美人儿，等会儿有好东西，爷让你先挑啊。好，谢谢大人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阿基鲁里胡呀呵，别扯别的，干什么呢？各位军爷，辛苦了！这个是俺特意从西域带来的葡萄美酒，特意孝敬您的，您尝尝。是吗？好酒，算你小子识相。过去吧。好。慢着，这小姑娘长得真标致啊！把面纱给我摘下来，让爷瞧瞧。你怎么着？我操！媳妇别冲动啊！你要是动手，咱们就全露馅了。找来！一边去！军爷，这是俺刚拿的小妾，人生没见过世面。你呀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看来你小子懂事儿，滚吧！快走！谁是你小妾？刚为什么不让我宰了他？姑奶奶，咱们是来偷塔的，不是来送人头的。你等城门开了，你想宰谁宰谁。这虎衙门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不过刚才那小子确实该死，敢调戏我媳妇儿。等会儿破城了，我非得让他尝尝什么叫做满清10大酷刑。哼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弟兄们，给我冲！拿下冀州城，今晚吃酒喝肉，杀！冲啊！往哪边走？哎呀，快！动作快点！大人，别管那些破烂儿的，这点家当够咱们下半辈子花了。大姐，男的站左边，女的站右边，不男不女的站中间。把之前的东西都拿出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是朝廷命官，冀州太守。朝廷命官，不过是潇潇养的一条狗罢了。这红英，我操，发财了！这胖子藏了这么多私房钱，这成色，这分量，顶得上我搬一辈子的砖呐！这些都是民脂民膏，本巡查使代表正义，没收了。那可都是我的棺材本啊！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我去你的！大人，都要死的人了，还在乎什么棺材本儿？卷个凉席铺盖得了，既环保又省事儿。把狗官！找死！
将伍德特偷出息就知道钱，再晚1秒你就要成死要钱的鬼了。废话，没钱活着有什么用啊？这是我的精神支柱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金子不能丢。你。想跑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，吊在城门口示众。哎呀，痛快呀！啊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容易就把冀州城拿下，不但拿了城池，还发了笔横财呀！公爵神机妙算，破军佩服。那得感谢我的好贤婿啊！我的好贤婿只身犯险，装扮成商队混进城内，咱们才有机会这么容易把城池拿下呀！岳父，您叫我啊？别看我，我只是拿了一点辛苦费。这太守真肥啊，这么多钱，够那10房小妾了。这小子贪财都贪得这么可爱。罢了，这点钱就当是给他的赏赐吧。诸位啊，虽冀州已拿下，但咱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单薄，满打满算，现在也就5000铁骑。这小小老贼知道过以后，定会派大军前来围剿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主公勿忧，冀州城墙高大坚固，粮草充足。依属下之见，我们应当立即修缮城防，深沟高垒，据城死守。只要我们坚守不出，萧萧大军远道而来，是粮草不济，日久必退。军师言之有理，死守冀州，耗死萧萧。切，还据城死守，守个屁呀！萧萧手里可是有30万大军，就算一人一口唾沫，也能把冀州淹了。咱们这5000人撒在城墙上，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。一旦被围，那就是瓮中之鳖，等着饿死吧。贤婿说的有理，5000对30万，死守确实是下策。哼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暴兵啊！这冀州城里有不少被萧萧迫害的农民，只要开仓放粮，把他们收编起来，再用流水线练兵法训练一下，先把纪律练出来，再配上简单的长枪阵，1个月就能拉起一支几万人的大军。到时候手里有了兵，不管是守城还是野战，那腰杆子才硬呢。流水线、长枪阵，1月练成数万精兵，若是能成，何愁大事不成啊？死守，守什么守？那是坐以待毙。主公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传令，开仓放粮。我们要招义军，不管是流民还是百姓，只要他愿意从军，我们就管饱。我们要扩军。扩军啊！可是主公，新兵没个1年半载，根本上不了战场。谁说要1年半载？老夫自有妙计。嘿嘿嘿嘿嘿。贤婿啊，这个练兵的重担，老夫就全交给你了。我练兵？不要谦虚嘛，老夫相信你，这几万义军在你手上一定会成为虎狼之师。不要啊！我要躺平，我要数钱，我要拿着太守的私房钱去拿10房小妾。谁要带着一群大老爷们骑着木马，会累死人的。那10房小妾，这混蛋明明有着惊天伟地之才，怎么脑子里装的全是这种下流事情？我战红英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些狐狸精？夫君，你刚才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说我要为岳父练兵，为了战家，
我王哲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要是耍什么花花肠子，不敢。这母老虎太可怕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兵吗？不也就是有通天之能，也很难在1个月之内把他们训练成精兵吧？军纪涣散，身体孱弱，确实难办。唉，好好练，练不好，今晚别想吃饭。媳妇儿，我尽力。造孽！这帮人连左右都分不清，怎么练？那就只能用那招了。听好啦！果然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哼，听好了，我是你们的教官，从今天起，只要你们听我的命令，每顿不仅管饱，每个月还有2两的银钱。2两啊，这么多，真的？我的天哪！真的吗？是。如果有谁不听话，或者开小差，甚至是抠脚，都没打小报告的话，我就把他赶出去，永不录用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很好，只要有了欲望，这就好办了。接下来就是把他们变成莫得感情的行军机器。来，全体都有，站起来！来，起来！哎呀！向左转！哪边的？这边。这就是你的练兵法啊！哎，媳妇儿别急，我还有办法啊！凡是转错的，扣个馒头！馒头！再来！向左转！这边。这也行？哼，这就是蛮子驱动法。再等着再加上我的左右脚绑草鞋大法，我就不信练不出来。废物！都是废物！本乡调集了周边10万大军，把落凤坡围得像铁桶一样，连只鸟都飞不过去。结果呢？你告诉我，战无双人呢？回丞相，我们在落凤坡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，在那儿守了3天3夜，赵家主力压根就没往那儿去啊！没去？他难道飞走了不成？丞相，刚收到的急报，战无双并没有回凉州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奇袭了冀州城，如今冀州已落入战家之手。什么？冀州？好一个战无双，好一个声东击西，竟敢放弃回老巢，直接掏了本相的粮仓。此仇不报，本相誓不为人。丞相息怒，虽然他们占据了冀州，但据探子报，战无双为了扩充兵力，招募的大都是一些流民和乞丐。那个赘婿王哲，整日带着他们在校场上踢腿走路，连个像样的兵器都没有。踢腿走路，这是练的哪门子兵法？怕不是练杂耍，再给我们丞相助兴吧？啊！王哲，那个只会投机取巧的家伙，他也就这点本事。这一次，本相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命大将华雄率领5万西凉铁骑，立刻出兵冀州。华雄，
那可是丞相麾下的第一猛将啊！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一帮乞丐，随便拍个偏将即可。闭嘴！狮子搏兔，一用全力。这一次，本相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，要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与本相作对的下场。告诉华雄，不需要攻城，直接在城外叫阵。只要战无双敢出来，就用那铁骑把那群乞丐通通踏成肉泥。我要让冀州城外血流成河。报告主公，大事不好！萧派大将华雄率领西凉5万铁骑，已杀到冀州城下。华雄，那可是号称人屠的猛将啊！他手下的5万铁骑，可是精锐中的精锐。华雄有我不在猛之下，若是一战，我们恐怕要吃亏。 5万铁骑，我们虽然有几万新兵，但是训练时日尚少，若是硬碰硬，主公，华雄的5万西凉铁骑可是以冲锋陷阵闻名，尤其是在这冀州平原之上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。我军新兵虽多，若出城野战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军师言之有理。是啊，新兵没见过血，一旦被骑兵冲散，必然溃败。属下建议，还是据城死守，以滚石雷木挫敌军锐气，待其疲惫，再反击不迟。又来这套，这帮古人是不是除了守城就不会别的了？华雄带的是骑兵，机动性强的一批，你守城，人家就围而不攻，断你水源，烧你粮草，或者绕过冀州去打别的县城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荒谬，简直是迂腐至极。主公，如风啊如风，你怎会如此糊涂啊？那华雄他5万铁骑若围而不攻，先断我水源，再焚我粮草啊，甚至绕着冀州去打旁边的县郡，岂不是断了我们的后路？届时冀州便是一座孤城，你我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。主公英明啊！属下思虑不周，差点误了大事。可是主公，若不能出城迎战，又不能死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那华雄的西凉铁骑可是号称平原无敌啊！这老头今天脑子转得挺快的，居然能想到这招。不过估计也就想到这儿了。对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对付骑兵最好的办法不是躲，而是引。引？怎么引？华雄这人虽然猛，但脑子不好使，典型的有勇无谋，最容易上手。只要派队人马去诈败，稍微演一下，绝对嗷嗷叫他追上来。华雄此人，老夫早有耳闻，虽是勇武，但性暴躁，或许可以利用他这一点。性格暴躁，主公是想用激将法？激将法有个屁用，人家又不傻，得用地形杀。冀州城外实力有个葫芦谷，那地方是天然的伏击圈，口窄内宽，地形狭窄，只要把它引进去，即便就成了葫芦靶子，跑都跑不出来。葫芦谷？对呀，老夫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？到时候我的新兵再摆出刺猬长枪阵，把入口一堵，两边山上面的滚木雷石一下，那就是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那就是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好一个瓮中捉鳖，这就是为华雄量身定做的坟墓。有了，主公有何妙计？守什么守？那是缩头乌龟。老夫要给他来一个诱敌深入，关门打狗。看到没？这个地方名为葫芦谷，地形狭长，正如一只葫芦。华雄的骑兵只要到了这里，其骑兵优势荡然无存。妙啊，主公英明。葫芦谷地形险要，确实是伏击的绝佳之地。只是这诱敌之人至关重要。主公，末将愿往。某与那华雄交过手，
有把握将他引诱至此。主公，末将愿往。主公，末将愿往。好。这诱敌深入其实一点都不危险，只要骑匹快马，远远的骂下去，装出一副怂样，华雄的屡次大狂肯定上钩。这可是白捡的功夫，只要把华雄引出去，这就是首功。都别争了！如此危险的任务，放着我来！放着我来！这赘婿是不是疯了？那可是华雄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就他，平时连杀鸡都不敢，还去诱敌，他不是刚出城门就被吓尿裤子了吧？你疯了！那可是5万西凉铁骑，不是你在教场上练的新兵，你会死的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要拦着我呀！为了战家，为了岳父的大业，我在所不辞。俗话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一定能行。傻媳妇儿，你懂个屁呀！这叫富贵险中求。而且我有高桥马鞍和马镫，跑起来比兔子都快。华雄那种骑光背马的土鳖能追上我？吃灰去吧！这混蛋平时贪生怕死，关键时刻竟然为了战家如此豁得出去，难道我一直错怪他了？原来贤婿是有恃无恐啊！高桥马鞍配马镫，跑得确实快。既然他这么有把握，那就成全他。好。贤婿有此胆色，老夫甚慰。主公，三思啊！不必多言，老夫相信贤婿。王者听令。末将在。立刻带5000新兵前去诱敌，只许败不许胜。注意，要败得像一点。岳父放心，论打仗我不行，但论逃跑，论诈败，我可是认真的。稳了，这波稳了，首功到手，纳妾指日可待。王者，你要是敢死在外面，我就给你守寡一辈子。那就是战无双的军队。派了一群叫花子来送死。将军，听说战无双在冀州招兵买马，想必就是这群乌合之众了吧？战无双这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然派个小白脸带这群叫花子来送死。秦感军，回家喝奶去吧。就是那个对面那个骑黑马的傻大个，什么？你敢叫我？叫的就是你，长得跟黑煤炭似的，也不知道洗洗脸。我听说你是萧萧手下第一大猛将，我看你是第一大猛猪吧？哎呀，这华雄长得真是太吓人了。不过为了激怒他，拼了！混账！敢辱骂本将军！不骂你怎么了？又不是来追我呀！将军，此人太嚣张了，我将要去斩了他。不，本将军要亲自将他剁成肉泥。全军出府，踏平这群乞丐，将这群乞丐踏成肉泥。下！我去，真冲啊！这气势也太猛了。就是啊，真来啊！全体都有，小红转，赶紧跑！谁跑慢了，亲着孙子！跑了！果然是一群废物啊！将军，他们连军旗都扔了，这真的是被吓破胆了！杀！将军神威，还没动手就把他们吓尿了。
传令下去，不要急着杀光，先给我围起来，像赶牲口一样赶着他们跑。本将军要慢慢的玩死他们。杀！杀！杀！妈呀！花熊怎么离我这么近？小白脸，别跑！妖主跟爷爷大战300回合。傻大个，有本事追上我呀！追上我就让你嘿嘿嘿！去杀我也！今日不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好，将军，前方道路狭窄，可有伏兵？伏个屁！一群乞丐，能有什么伏兵？没看到他撒尿裤子了吗？那个小白脸就在前面，给我冲！这！停！前敌都有，向后撤！立定！怎么回事？列阵！这是什么阵法？老大哥，刚才知道挺爽是吧？现在该让爷爷爽了吧？姑爷真是神机妙算，竟然真的把华雄引荐而来了，而且这长枪阵绝对是骑兵的克星。夫君也就这点小聪明了，不过干得漂亮。一群乞丐在这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驾！不要管！给我冲！杀光他们！快退！这是刺猬！快退！一鼓作气，给我上！一些小人，有种跟爷爷单挑！兄弟们，捅他！捅他！王哲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有种跟爷爷单挑，躲在后面算什么本事？单挑？现在是群殴环节，懂不懂？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来，我要杀了你！华雄休狂！赵破军，你竟然投靠了战家！良禽择木而栖，今日我便用你这颗人头做战家的投名状。
是人屠，我是无敌的。还有我，卑鄙！战场上只分生死，何来卑鄙？我不甘心，我是人屠，我是无敌的。投降！我们投降！别杀了！别杀了！切，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起来嗨啊！搞定收工！这一仗不仅灭了潇潇的王牌，还排减了几千匹战马。这下我的新编就能鸟枪换炮了。最重要的是收工到手，我的纳妾大计呀！夫君，你在笑什么？我在笑这华雄不自量力，竟敢与战家为敌，简直死有余辜！来，这算算日子，华雄也该回来了吧？丞相英明，华将军神勇无敌，我西凉铁骑更是天下无双。对付一帮连鞋都穿不齐的流民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呀？咱们就等着华将军的好消息吧。提前恭贺丞相大捷！来，报！报！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可是华雄拿下了冀州。丞相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什么完了？赶紧说！华雄将军中了王哲的奸计，在葫芦谷被伏击，5万西凉铁骑全军覆没，一个都没跑出来呀！你说什么？5万铁骑全没了？没了，全没了！华将军也被赵破军和战红英联手斩杀。废物！废物！废物！丞相，丞相！5万精锐，那是本相的家底呀，都没了！丞相，保重身体啊！5万精锐都没了，还保重什么？现在战无双势大，手里又有几万新兵和几千战马，此刻杀回凉州或直逼京城，我们拿什么打？事已至此，唯有一计可破局。什么计？快说！如今战家势大，若再以朝廷的名义讨伐，恐怕诸侯们会观望，甚至倒戈。不如丞相直接称帝。丞
称帝。没错，只要丞相登基，就是名正言顺的天子。那个时候，战无双便是反贼。我们可号令天下诸侯秦王，集结100万大军，哪怕是用人堆，也能把战家堆死。称帝，天子。哎呀，而且小皇帝还在咱们手上。只要丞相登基，我们直接废掉小皇帝，看谁还敢不从。请丞相顺应天命，登基称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既然大前气数已尽，本相就顺应天意，取而代之。传令下去，明日登基，昭告天下，改国号为萧。朕要率领100万大军，御驾亲征，把战无双和王哲剁成肉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诸位，让我们一起敬我的好贤婿一杯。有了他的身先士卒，才有我们今天胜得那么的痛快。来，敬姑爷，敬姑爷。低调低调，都是岳父指挥有方。哎，这招真不错。等会儿喝完了，我就去找岳父兑现承诺。我的纳妾大计啊，终于要实现了。赵玉妹妹，哥哥来了！混蛋，满脑子都是纳妾。报！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军中传来消息，萧称帝了！什么？萧改国号为萧，自称萧武帝。他还发檄文昭告天下，说大人是反贼，要召集100万大军，御驾亲征，踏平冀州。100万大军，完了，这下可完了。我们这点人马如何挡得住100万大军啊？小老贼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剧本不对啊，萧怎么提前称帝了？这老东西是被气疯了吧？100万大军这怎么打？不行，冀州不能待了，得跑，得赶紧跑！贤婿说的对呀，冀州守不住了，可是又能跑去哪儿啊？诸位，如果冀州待不下去的话，你们觉得有何去处啊？主公，不如去江东许家，或者……去，太远，人家许家也未必容得下我们。哎，贤婿啊，如果换个地方待，你觉得咱们去哪儿好啊？不是，都看我干什么呀？我也想跑啊！可人家是100万大军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咱们淹死。这帮人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看我？不过跑也不是没办法。现在天下诸侯都在观望，萧虽然称帝，
但立足未稳。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收拾收拾细软，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或者山沟沟躲一躲啊？既然要跑，就得跑个有前途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能打出一面奉旨讨贼的大旗，号召天下诸侯秦王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有了大义名分，我们就是正义之士。哈哈哈哈哈！奉旨讨贼，正义之士，妙啊！夫君又想什么歪主意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在想哪里易守难攻，哪里粮草充足。其实我在想哪里美女多。听说益州那地方山清水秀，妹子都水灵得很，而且益州是天府之国，易守难攻。只要把剑阁一堵，萧萧就是有1000万大军也飞不过来。咱们去那儿当个土皇帝，岂不美哉？好啊，都要逃命了，还想着看美女？王者，你给我等着！益州剑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贤婿这战略眼光简直是神了呀！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准备，放弃冀州，转战益州。我们要去那里建设新的基业，再与小贼决一死战。是。益州，这老头是不是也想去看美女了？果然英雄所见略同。夫君，既然要去益州，那你可一定得好好带路啊！这要是走错了……一定，娘子肯定说到做到。你先把刀收起来，容易走火。走不动了。主公，不好了，小贼的先锋骑兵距此不足30里了。这帮反贼不睡觉的吗？传令下去，告诉弟兄们，不能停，跨过前面那座山，就是剑阁了，那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岳父啊，这话我都听3天了，我仿佛在看见我太太在向我招手，我要喝孟婆汤了。造孽呀！早知道这么苦，当初还不如直接投降算了。不对，投降了肯定被潇潇那个变态剁碎了喂狗。快喝，少废话！你要是敢死在半路上，我把你尸体扔给潇潇。媳妇儿，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快喝，少贫嘴。公爵，跳！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剑阁就在前面。太好了，出发！剑阁，我们有救了！到了，我们终于到益州了。剑阁，峥嵘而崔伟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鲜血长不起我，有此重关在手，小贼他就是有100万大军，也绝无可能踏入益州半步。终于到了，只要进了这个乌龟壳，把门一关，潇潇就是在外面叫破喉咙也没用，终于可以躺平睡个好觉了。全军听令，入关，据险而守，让那小小老贼亲眼看看，什么叫做铜墙铁壁。是，出发。慢点，我的脚
滚石、雷木，给老夫砸呀！千万不能让他们上来！死战不退！小小这个老贼怎么跟疯狗似的？我们才刚站稳脚跟，他们就攻过来，连口水都不给喝。这剑阁虽然险，但咱们人少，而且这一路逃命都累得跟狗一样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迟早会被耗死。报！主公，我们带的水都已经喝光了，将士们的嗓子都冒烟了。关内不是有古井，后山不是有溪水，打就完了。是。别躲了，快去帮我们搬石头。老婆，我口渴，想喝水。活过来了，水真甜。等等，水？我总把这茬给忘了。这老阴逼发现硬攻不行，就派人绕到后山截断溪流，再往关内那个古井里投个剧毒。要是水源真被切断，咱们这几万人不出，3天就变成人干了。报！陛下，剑阁地势太险，战无双据险而守，滚石雷木如雨下，我军先锋迎冲了3次，死伤惨重啊！剑阁要是不险，朕还需要带100万大军来吗？退下吧，自己去领30军棍。谢陛下，不差之恩。陛下，若是强攻，恐怕伤亡太大。况且现在战家军士气正旺，士气，那是他们还没见过真正的绝望。赵姐，你看这剑阁的地形，2山夹1谷，确实易守难攻，但它有个致命的弱点，缺水。缺水，关内的水源全靠里面的一口古井，山顶融化的溪流。传令下去，派死士绕到后山，把山顶的溪流给朕截断，再往那口古井里投毒。陛下，投毒，那可是绝户之计呀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朕要让他们没水喝，没饭吃，朕要让他们绝望而死。遵旨。断水投毒，这小贼竟然如此歹毒！好狠的绝户计！若非夫君提醒，我们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哎，慢着！主公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去把古井即刻给我封锁了，任何人不许饮用井水，违者斩。是。主公，这是为何呀？兄弟们激战半日，嗓子都快冒烟了，再不喝水，恐怕军心不稳啊！糊涂啊！小小老贼久攻不下，必定心生歹计。以我这么些年跟他作战的经验告诉我，他必定会在水源上做文章。婆军，立刻带500精兵去后山的溪水，在那盯着，只要遇到可疑之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红英啊，去关内把水缸水桶都给他找齐了，在水源没有出问题之前，把老夫全部给他存满，还有那个锅碗瓢勺都给他装满，快去。是，女儿这就去。这老头怎么反应这么快啊？不对劲儿啊！哎，算了，只要能找到水源，能苟一阵就试一阵吧。快撤！这根本攻不上去！快撤！快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挡住了！剑阁万岁！万岁！
主公，萧贼虽然退了，但100万大军压境，只是试探，真正的恶战还在后面。传令下去，抓紧时间休整。多被滚石雷目，现在还不知道那萧老贼心里憋着什么坏呢。走，公爵，幸不辱命。末将带人在后山的水源处埋伏，果然抓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。这个罐子里全是剧毒，他们正准备往溪流里倒。此乃鹤顶红，仅需1滴就能毒死1头牛。若是这几罐全部放到河里，咱们全军上下无一人生还。好毒的手段！主公，若非您未卜先知，提前派人防守，我等早已成了孤魂野鬼啊！神人，老夫是个屁的神人！要不是这臭小子在心里瞎嘀咕，老夫现在估计已经躺板板了。这小子平时看着不着调，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稻草啊！又是他，每次都是他。夫君明明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为什么非要装成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吵什么吵？看联欢会啊？我去，毒药还真被我说中了。主公真乃神人也，这洞察力堪比神君。天佑战将！哎呀，贤婿呀，这几天你累着了吧？红英，还不给贤婿倒杯茶？来，给姑爷倒茶，上好茶。不是，岳父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就睡了个觉，怎么还立功了？来，老丈人吃错药了吧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坐。贤婿呀，你可是我们战家的大英雄啊！日后若是有人敢对你大不敬，我第一个砍了他。姑爷辛苦了。傻夫君，爹这是把你当成宝了，不过确实值得。启禀陛下，此事全军覆没。战无双提前在后山水源处设伏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失败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绝户之计，战无双这个莽夫怎么可能识破？陛下息怒，战无双自从招了王哲这个赘婿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仅用兵如神，就连这种计谋也能提前预判。王哲！又是王哲！这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，难道真的是朕的克星？朕不信，这是天命所归。区区一个赘婿，也想逆天改命？陛下，如今战家已经有所防备，投毒已经不行了，而且剑阁的地形险峻，若是强攻，恐怕伤亡太大。不能强攻，那就智取。战无双虽然防住了投毒，但他防不住天威。传令下去，把朕从西域重金购得的猛火油全部运上来，还有那些巨型投石机。陛下，猛火油威力太大，一旦点燃，水都浇不灭。若是用它来攻打剑阁的话，那恐怕关内的百姓都要被烧死。百姓，朕要的是天下。只要能灭了战家，别说死几个百姓，就是把这一州烧成白地，朕也在所不惜。我要让战无双尝尝什么叫烈火焚城，什么叫人间炼狱。
这小贼毒计不成，他必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他会干什么呢？剑阁易守难攻，投毒不成必强攻。以萧贼的性格，他肯定还会有后手。切，那还用想吗？投毒不成，肯定就是火攻啊！而且剑阁全是木质结构，最怕火。潇潇肯定会用投石机扔猛火油，如果不提前准备，咱们都得变成烤全羊了。火攻、猛火油，而且这老贼肯定还会算准了风向。我记得潇潇老贼好像就是算准了时辰，刮东南风的时候就用火攻，到时候风助火势，我们连跑都没地儿跑。连时辰和风向都能算到，不行，必须早做准备。诸位，小贼毒计不成，必用火攻。火攻？要是火攻的话，肯定会连累到关内的百姓。对，小小老贼为了胜利不择手段，他岂会在乎100万百姓的生命？咱们要把关内易燃的东西全部搬走，多准备些沙土，然后，贤婿呀，你觉得这老贼如果用火攻的话，他会选择什么时辰啊？问我？我又不知道，问我干什么呀？这老头问我干嘛？你自己不会看天气预报啊？哎，不对，古代还没有天气预报。那个，我觉得应该是警告：检测到宿主试图透露关键历史节点，若直接说出准确时间，即刻抹杀。不让说是吧？行，那我就胡说八道总行了吧？我觉得吧，应该是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在吃饭嘛，那时候放火肯定没有防备啊。吃饭的时候啊？废话，当然是53刻呀！那时候太阳最大，风最猛，只要撑过半个时辰，到了未时，风向就会逆转，到时候这把火就会反噬回去，烧死萧萧那个龟孙。53刻，东南风，未时逆转，原来如此。贤婿，你说的对呀，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最容易松懈的时候。老夫昨夜夜观星象，算出明日午时3刻必刮东南大风。这小贼如果用火攻的话，必在这个时刻。53刻，主公这都能算出来啊？不仅如此，这风只能吹半个时辰，未时一到，风向必转。传令全军，明日午时备好沙土，硬守半个时辰，待风向逆转，就是我们反击之时。是。老丈人什么时候会算命啊？夫君，真正聪明的人是你啊，咱爹只不过是借用了下夫君的智慧。风来了，天助我也！陛下，乃是真天子啊，连老天都在帮助我们啊！战无双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把投石机推上来。放！不要乱，用沙土把火盖住，快搬沙袋！这烟也太呛了，
还有1刻钟，只要再撑1刻钟，风向就要变了。潇潇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媳妇儿，你真好。等打完了仗，我一定拿10方小妾是吧？一定亲自给你洗脚。顶住！给老夫顶住！沙土不够，就把城墙拆了，用石头压。公爵，火势太大了，外墙已经烧红了，兄弟们快坚持不住了。主公，若是再烧下去，即便我们不被烧死，也要被这烟熏死啊！继续坚持。贤婿说了，未使风向必转，老夫信他。战不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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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火势为什么没有蔓延开来？他们在干什么？陛下，看那烟尘，那是沙土，他们在用沙土救火。沙土，火由遇水更旺，唯有沙土能灭。战无双居然提前准备了大量的沙土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用火攻的？提前准备，他又提前准备。投毒他知道，火攻他也知道。战无双这个老匹夫开了天眼不成？传令，把投石机全部推上去！朕要让这剑阁变成熔岩地狱，谁也别想活！了，沙袋也没了，到处全是火。夫君，快躲起来！我操！潇潇这个老疯子，真是把家底都砸过来了呀！快呀，快呀！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还有5分钟，再撑5分钟，风向就变了。哎，不对，风向变了，为时已到。这怎么可能？风向怎么变了？陛下，是西北风，火又烧回来了。护驾，你们快来护驾！哎呀！陛下，救我！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岳父，趁他病要他命，此事不成，更待何时？全军听令，开棺反击，把小贼给我拿下！杀！拦住他！你们拦住他！真是天子，这不能行！呀！小小老贼哪里跑？战无双，你，你也配称天子？你不过是个乱臣贼子！战无双，你赢了，但这天下终究不是你的。你输了。小贼已擒，降者不杀。痛快，真是痛快啊！
此战大获全胜。近来诸位将士奋勇杀敌呀！全赖主公英明神武。哎呀，我也只是顺水推舟，真正的首功，当属我的好女婿王哲。姑爷神机妙算，破军佩服。若非姑爷，我等早已葬身火海。姑爷真乃神人也啊！过奖了，运气都是运气而已。完了，这下出名了，以后还怎么摸鱼，还怎么躺平？我只想当个安静的美男子。传令，赵破军封为神威大将军，统领3军。谢主公。李如风封为军事祭酒，掌管军务，其他将领皆有封赏。谢主公，谢主公。至于贤婿呀，岳父，我不求封赏，我能不能让我回家睡觉？睡觉怎么行啊？贤婿，你才华横溢啊，岂能埋没？如今枭贼已擒，天下大乱，老夫决定即日整军挥师京城，扫平宇内，重整山河。待到那时，老夫若登大宝，贤婿你就是大前的第一功臣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第一功臣。原本想着一直躺赢，没想到却躺成了第一功臣，这剧本是不是拿反了呀？有岳父这根大粗腿，以后我就可以安心的当我的皇二代吧。以后只能纳一个妾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出发，目标京城。